前体操运动员啊，奥运冠军呢，现在做擦边女主播。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带大家真正的中国。今天是2024年11月25号，这一期啊，咱们聊两个热点话题，一个是前体操运动员啊，奥运冠军呢，现在做擦边女主播，还有一个宁夏固务园一个派出所警察呀殴打小学生，就这么个事情。这两个啊，最近大家关注的比较多，也是众说纷纭啊。我看网上两派啊，观点很对立，非常鲜明啊，所以咱们也聊一聊。首先说昔日的体操队运动员、世界冠军吴柳芳，他是11月23号吧，还是20几号，在这个社交平台上发布多条穿着比较这个清凉的啊这个跳舞视频，引发了很多网友关注。因为他的身份比较特殊，他是前奥运体操冠军，网友就说啊，疑似啊说他在打这个叫擦边球。本来这个事情就已经引起很多人关注，结果啊，东京奥运会体操女子平衡木冠军叫什么管晨晨，他应该叫前辈吴柳芳啊，这个屏下面他留言评论，他说啊，前辈姐姐，你要擦就擦你的呗，就不要给体操扣屎盆子了。吴柳芳也毫不客气啊，就回应了，说吃不着葡萄说葡萄酸。前中国体操女队成员转型成为擦边主播，却遭遇到了奥运冠军的公开批评，甚至直言让她不要给中国女子体操队抹黑。赚钱的方式有很多种，为什么吴柳芳偏偏要选择争议最大的这种呢？近日前，中国女子体操队成员吴柳芳在社媒上发布了一系列跳舞的视频。由于性感的穿着和撩人的舞姿，让吴柳芳很快收获了大量的粉丝，但她的这种行为却引起了奥运冠军管晨晨的不满。他在吴柳芳的视频下公开留言写道：前辈姐姐，你要擦就擦你的，请不要给体操扣屎盆子，你的正能量体操好像不需要。而面对管晨晨的批评，吴柳芳也是公开回应道：你这是吃不着葡萄说葡萄酸吗？两人的口水战很快登上了热搜。实际上，过去这些年，有很多退役的运动员为了生活都被迫从事起了他们本不愿接触的行业，甚至有的奥运冠军为了治病被迫出售自己的奥运金牌。那些曾经站上过世界之巅的运动员都不一定能够安度晚年，而很多没有登上过奥运赛场的运动员，他们将自己最宝贵的年华奉献给了国家，但最终却连生活都无法得到保障。吴柳芳就是这些运动员的代表之一。他在2008年被选入国家队，09年的时候，他先后代表中国队拿到了体操捷克杯女子团体冠军、高低杠冠军、自由操冠军和平衡木亚军。但最终他因为受到伤病影响，无缘伦敦奥运会。2013年，吴柳芳选择了退役。从那之后，他就逐渐淡出了公众的视线。或许这些年，我们的中国体育代表团总能在奥运会上斩获很多的金牌，但在每一位奥运冠军的背后，都有无数像吴柳芳这样的运动员。他们为体育事业贡献出了自己最宝贵的青春年华，但却没有得到应有的回报。这个够狠的啊，这叫杀人诛心呐！为什么叫杀人诛心呢？因为大家可以看看啊，管晨晨这个形象，那跟吴柳芳好像有差距。也就是说啊，管晨晨如果做这种擦边主播，恐怕没人看，或者看的人比较少。所以吴柳芳就回应他说：“吃不着葡萄说葡萄酸。”所以网友就分两派，一派是持管晨晨的，对吧？批评啊，指责吴柳芳给中国体操抹黑，给奥运冠军抹黑，给中国体育抹黑。不自重、庸俗，那一方呢就支持吴柳芳，甚至啊，现在惊动了平台已经对这个吴柳芳的账号啊做了限制，不能再关注了。吴柳芳把自己的很多视频节目啊也下架了，好像留言也做了处理。所以就这个事啊，我也来谈一谈啊。首先，我觉得吴柳芳没错啊，人家凭自己的实力吃饭，不有一句流行的话吗？明明可以靠脸蛋吃饭，他偏要凭实力啊，就没苦硬吃啊。就我不觉得吴柳芳做错了什么，他是个成年人。如果你说他低俗、擦边啊、涉黄等啊，如果平台来判定，那你平台有规则啊，他涉黄，你认为他擦边，那你就给他限流啊。吴柳芳啊，好像短短的2天就吸粉200多万，这个是很厉害的啊，说明他很有实力啊。大家知道吧？实际上这个运动员呢，能够出类拔萃的，能够脱颖而出的非常少。我们看到的奥运冠军，那是带着光环，一个奥运冠军后面恐怕有千万个运动员是默默无闻，没人知道。最后他们干什么去了呢？没人管，开网约车的，甚至还送外卖的，混迹各个什么运动场馆，当健身教练的，当什么游泳教练的，一个月拿个2、3千、3、4千的，大有人在。他们一身伤病，从小就练了，都练出畸形了，还有各种病，没人管，谁关心他们？你随便在什么小区的啊游泳馆，或者是随便在一个什么课外什么辅导班啊，
反正跟体育相关的那些教练介绍上面，我在北京啊看到很多，就普普通通的游泳馆或者羽毛球馆，那个上面那个一排一排的教练，下面介绍都是各个省队的，什么这个比赛冠军，那个比赛冠军，这个省队的一级运动员，那个省队的什么一级运动员，特别多啊。完了之后，他在那拿多少钱一个月呢？反正不高，因为他们的流动性非常大。如果工资高的话，他不会流动啊，一个月拿3万，他不可能从这儿往那儿跳。他们的收入非常低，一个月下来恐怕也就几千块钱，也就够租个房子吃个饭，所以他拼命的跳槽啊，流动性非常大，说明他们的生存状况堪忧啊。这是普通运动员啊，没有拿到什么顶级光环的，比如说奥运冠军，或者是全国冠军，或者亚运会冠军，就是这种大的赛事冠军，他没有拿到，那这些人就更默默无闻嘛。拿到全国或者是亚洲或者世界这种大赛的冠军或者前3名的，日子难道就好了吗？日子好的够别人。你比如说那个前乒乓球国手，后来他去什么哪个喉舌下面搞个什么网站，烧掉20亿，人家从政，像这种人是少之又少。还有嫁作商人妇的，这个好像跳水的吧，有几个吧，嫁给香港富豪，这就是绑个大款，像这些都是不错的。好像拳击运动员邹市明是吧，他也是冠军啊，现在据说要破产了，在上海搞了个体育馆，也是搞这种搏击赛事还是健身，我看他已经关门了嘛。前一阵子咱们还聊过他，你看做生意失败，创业失败的，这还是奥运冠军呢。你在奥运会拿个银牌，谁记得？要不了一两年就没人记得了。刚才说的这个什么体操冠军啊，管晨晨，体操冠军吴柳芳，反正我也不知道，没见过。我记得以前有媒体报道啊，很多冠军呢退役以后混得不好，开始卖自己的奖牌奖杯，没办法，走投无路啊，生活所迫啊。所以啊，像吴柳芳这样的，他有点条件，先天条件啊，人家做这种网红主播有什么问题吗？妨碍谁了吗？都是凭自己的劳动。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说啊，你看奥运冠军都做直播，都搞这个视频，还有很多人不愿意去做，连奥运冠军都去做这种擦边，这很多人为什么长衫脱不下来呢？我觉得吴柳芳这种精神啊，值得学习啊。人家靠自己双手，人家没有天天在媒体上喊要关注奥运冠军的悲惨退役之后的悲惨生活，对吧？人家说过去的不再提了，那些只代表过去的辉煌，现在要吃饭要赚钱。所以我觉得啊，吴柳芳没问题。如果你觉得他低俗啊，违规违法，那平台处理他。这个平台啊，也不要做伪君子啊。明明这个视频大家愿意看，喜欢看，难道看看还有什么错吗？怎么就低俗了呢？这鲁迅说得好啊，这鲁迅啊，他在他很多文章里面都说过类似的话啊，什么小杂感而已及什么小说肥皂。他说什么呢？他就揭露中国人这种叫虚伪吧。他说一见到短袖子，立刻想到白胳膊，立刻想到全裸体，立刻想到生殖器，立刻想到性交，立刻想到杂交，立刻想到私生子。中国人的想象围在这一层，能够如此跃进。现在是什么社会了？现在21世纪，人家吴柳芳他有穿衣自由，他想怎么穿怎么穿，需要谁批准呢？自由，他有他的自由，你有你的思想自由啊，他有他的身体自由，互不冒犯了。难道你愿意回到阿富汗，回到伊朗，搞个袍子给你罩上，只露2个眼睛？这个也是咱们儒家呀这个糟粕之所在呀，因为咱们受儒家影响，就是伪君子多，说的和想的完全不一致。明明想看喜欢看，但是嘴上说这玩意儿不能看，低俗，满脑子都想着低俗，但是嘴里呢反低俗。叫满口仁义道德，一肚子的男盗女娼，不就是网上这些道德伪君子的形象吗？所以说啊，跟儒家关系比较大。这个儒家啊，没有胸怀，容纳批判，因此啊，儒家跟真理无缘。这个儒家也没有逻辑，所以这个儒家跟这个哲学也没关系。儒家没有实证，所以儒家跟科学也没关系。这个儒家呀，他也没有胆量超越权势，所以儒家跟正义也是无缘。但是这个儒家他又不甘寂寞，他想功成名就，他想惑于帝王家呀，所以愿意当官，想当官，从仕途啊，那怎么办呢？他既没有这种批判精神，也没有逻辑，跟科学也没关系，那只能啊把自己打扮成道德的伪君子，为权贵服务，在权贵这个旗下做个伪娘奴仆。所以这种儒家思想重的啊，这几千年来啊，都是除了吃就是跪舔，不是他跪别人就是别人跪他，他跪别人是为了别人跪他。那你仔细想一想，所以有点权势马上就要欺压。这个儒家自我标榜叫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但这个仅仅是个口号啊，是个叫构思啊，是个想法。
实际上啊，这个儒家是穷则摇为欺凌，达则为非作歹。正因为受这个儒家思想影响，所以咱们这个伪君子特别多，人有两张皮。那网上就更是这样了，所以我就想不明白，为什么那么多人看不惯吴柳芳，去骂他，这个平台还居然真把他限流了，这不就助纣为虐吗？第二个啊，我从某种程度上我也能理解啊，就很多人骂吴柳芳，骂他什么呢？给体操队抹黑啊，给中国奥运抹黑啊，我能理解，但是我不支持啊。为什么有这个现象呢？说来说去，归根结底还是举国体制啊。因为吴柳芳你能拿奥运冠军，那还是跟国家培养有关，举国体制。你不是自己练的，如果你是在美国拿到奥运冠军，那好，你是自由的，也不是跟美国什么国家有什么扯上关系。咱们是不一样，咱这叫国家培养的你，所以即便你退役了，你身上还得背着一些国家的荣誉，还有什么形象。体操队抹黑，你不能给中国抹黑，你看看这逻辑它就成立了，因为你是国家培养的。如果你是自己练的，自己从小花钱练，你参加奥运会拿了冠军，你现在想干啥干啥，你又不代表国家。所以你看，说来说去就是这种举国体制导致的。即便这个人已经退役了，你还不是想干啥就干啥，你不是自由的，你身上还有这个烙印，你还有责任和义务，你有的东西你要背一辈子。所以要破除这运动员一旦从事运动就一辈子就是国家的人，你要破这个，那只能是咱们要渐渐的淡化举国体制，把运动交给群众自己，这样既少花钱。你说举国体制这个运动体育花多少钱呢？跑冒地漏，多大的漏洞啊！那足球队教练到什么球员抓了多少了，对吧？体育总局腐败抓了多少了？这下面各个省大的窟窿小的窟窿多少？你化债10万亿12万亿，有多少要堵这个窟窿？所以说把举国体制啊给它淡化，运动交给群众自己。吴柳芳如果是自己练出来的，自己家里花钱，甚至有钱人给他投钱让他练，人家花的民间的钱，那他退役以后他爱干啥？所以说我也理解啊，就那些说他给什么国家抹黑啊，给这个体操队抹黑啊，所以说来说去还是举国体制。总体上啊，我是支持吴柳芳大胆的展现自己的优点的，关键他有的展现啊。所以其他的体操运动员你只有羡慕嫉妒恨呐。人家吴柳芳自己靠自己在平台上搞点事情，他又没有去傍大款，他也没有去说找个有钱人嫁了，人家靠自己双手，这应该提倡啊，这很励志啊。人家体操冠军退役之后转行，重新开始，从陌生的领域自媒体直播，这个才真正的应该啊大书特书以宣传，让那些大学生啊都脱下长衫。你看人家奥运冠军照样会从零开始，人家也没有去说要进体制，很多运动员进体制了，人家是自力更生，自食其力。所以我倒是觉得吴柳芳他不仅不应该骂他，而且也把他宣传成一个典型成功转型。所以说他什么内容不良的啊，什么低俗的，都是伪君子。下面咱们再聊另外一个话题啊，就是宁夏固原市公安局张义镇派出所这工作人员殴打小学生这个事情啊，你从标题看你就来火，看了就火冒三丈，很生气。我们先看看这个警方的通报啊，说11月23号晚传固原市元州区张义镇派出所工作人员殴打学生，这个网上有视频啊，我就不放了，大家自己去找着看。确实有个警察模样的人，两个警察啊在踢打一个小学生，所以这个视频放出来之后，大家也很生气。固原市元州区2级公安机关成立联合工作组，第一时间介入调查，现将有关情况通报如下。经查，2024年1月22日15时许，张义派出所接到辖区群众电话报警，称其孩子在学校被同校学生殴打，副所长王某立即带领值班人员出警。到达现场后，该校2名3年级学生反映其被同校6年级学生马某某多次殴打，民警便对现场人员信息进行登记，核实相关情况，并安抚伤者和其家属情绪。期间，马某某自行离开现场，也就是这个小学生啊，在警察处理的时候他跑了。王某就是这个警察啊，遂带领武警戴某找回马某某，同时对其踢打，后将其带回班主任办公室等待家长。网传相关视频中事件即为王某、戴某找到马某某时发生的，看的好像就是踢他屁股。事发后，元州区公安局即配合马某某家长带孩子到医院检查治疗，经医院 CT 彩超和医生现场检查，马某某身体、脸部、后腰体表有轻微软组织挫伤。11月23日，固原市公安局党委对王某
停止配合调查，并向当事人家属赔礼道歉。针对民警执法中存在的问题，11月24日，经固原市公安局党委研究决定，给予王某撤销行政职务处分。我局将以此为戒，加强队伍纪律作风建设，切实提升执法能力水平，诚恳接受社会各界监督。固原市公安局袁州分局这个2024年11月24号，就是昨天啊。所以你光看标题你就很生气，警察打小学生，你看了视频你也很生气。但是你看了警情通报之后啊，我想啊，大部分人恐怕也就不生气了，气就消了一半。首先啊，这警察打这个学生不对，这肯定的不应该。但是啊，警察的角度，你要从这受害的就被打的2个小学生还有他们家长的角度，那打这个孩子啊也就情有可原。你为什么呢？这就是熊孩子，对吧？没人管得了。你跟他讲道理，他也不听，让他别走，警察让他别走，等家长来处理。他跑了，你怎么弄？这个警察啊，工作方式方法有问题。但是啊，有的时候也是迫不得已，就在这件事情上面呢，我反而我支持这个警察。大家都上过学都知道，马某某啊，或许他没有那么坏，但是你每个学校都有那种校霸、小流氓，老师管不了，校长也管不了，家长也不管。有的家长更混，他护着小孩，你一说他认为他孩子特别好，都是你不对。你说要遇到这样的家长、这样的孩子，你有什么办法？难道其他的家长、其他的孩子就自认倒霉？为什么说这个警察工作方式有问题呢？你要是那个警察，你也没办法，你能有什么办法？但是啊，我要是那个警察，我恐怕不会打他，我只能啊以魔法对付魔法，以毒攻毒，以恶制恶。什么意思呢？就是这样的这个校霸啊、小流氓或者就是熊孩子，他只相信暴力，他只怕比他更厉害的，他只服。警察找他没用，校长找他也没用，家长批评他更没用，甚至有的家长还护着他。所以最好的办法是你找那个辖区里面更狠更坏的人，大恶人，让他出面吓唬他一下，只能这样。找几个15、16岁的没有达到这个叫民事行为能力啊，没有达到负法律后果那种责任的那种年龄的小孩，现在很多小孩啊，15、16岁长得人高马大的，去吓唬他一下，这叫以暴制暴，以恶制恶，魔法打败魔法。你其他的方式没有用的。我在以前节目介绍过啊，我认识一个人比我大几岁，武术世家呀，是内蒙人，一家都是练武术的，而且他弟弟还是哥哥还是散打冠军，全国的啊，就这么一个家庭。当时啊，他在北京，因为正在搞这个叫积分落户啊，他女儿上小学，就在学校被人欺负，被人打了，他媳妇出面处理，找学校，学校好像也解决不了，打他孩子的那个小孩就像类似于校霸混不吝，班主任学校好像都解决不了，只能批评，把他叫了一批评，过2年他又欺负他女儿，那他就让他媳妇到人家去找人家家长去理论，说让人家把孩子管一管。结果他媳妇去了之后，反而他媳妇被人家家长还给打了。你说这叫什么事？你说这一家啊，你为什么那小孩混呢？因为他家长也混，一定是这样的。好了，我那朋友啊，那他女儿被人打，老婆也被人打，气急败坏，自己跑到人家去，把人一家给打了。人家一报警，直接就拘了，他把人打伤了，还给他判了，好像是判了。什么积分落户都泡汤了，一家还搬回内蒙去了，因为他在北京他没办法参加考试啊、高考啊，所以他得回内蒙去上学。你看看对付熊孩子他没办法，所以啊，我倒是挺同情这个派出所民警的。如果啊确实经过检查这小孩没有什么伤，我觉得对这民警口头批评就完了，注意工作这个方式方法，不要把人家免职，甚至不要把人家什么的开除，要让他马上恢复工作。现在好像没有少管所了，那你想一想，以前少管所的那些人现在在哪里呢？以前有个少管所，你不行把他关起来，现在没有了。所以我个人认为啊，对付熊孩子啊，我觉得第一责任人是家长，你家长要管，你家长不管，那自然有别人替他管，你家长不管，那警察管没毛病，总比他以后啊酿成大祸要好，没人管得了他。所以说对这些熊孩子教育啊是个社会问题啊。大家记得大连吧？前几年一个男孩也就10来岁，但是长得人高马大，把邻居家个小女孩给杀了，扔在草丛里面，就是那个绿化带。后来这案子破了，那你说他能负什么责任呢？人家那个小女孩就白死了，民事赔偿没有，这男孩家里很穷。刑事呢，这小孩没达上这个年龄啊，你顶多给他教育一顿，关起来，马上就放了。所以说有的时候咱们青少年保护法呀，它保护的是那些青少年中的坏人，这小混子反而被保护了。那老实孩子本身也不需要你保护不了，哎，所以说来说去还是家长啊。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